支音樂嚟嘅，叫做 Could I Have This Dance， 就一共係48 beat 4 和嘅，48 beat time signature 係 3/4 啦，就一共係16個巴嘅華爾茲步啦。我哋面向12點鐘位置，開左嘅向右邊有個 beat， 前交叉側踏後交叉，跟住用3步右轉半圈，面向咗6點鐘位置，右轉身。面向6點鐘位置咧，我哋開左腳做2個交叉華氏步 triangle waltz， 交叉華氏，交叉華氏。以上一共4個巴，我哋面向咗6點鐘重複一次咧，就翻返原來嘅方向啦。前側後轉翻嚟，交叉華氏，交叉華氏。好，後半部啦，我哋一樣做一個 wave step 向右邊先 ，boom 七，然後3步向右轉3/4 ，boom 七，面向咗9點鐘位置，然後左腳前踏，右腳前點，側點，右腳後踏，左腳側點，停一下，跟住左腳做2個蒙七咧，轉一圈，2次都要左轉㗎，留心可以做慢少少啦。前轉半圈，繼續向左轉，但係右腳褪後先嘅，後繼續轉，最後結束做2個巴，基本步方形華氏步，左橫並，右橫並。我而家全隻步數，一共16個逢7啊！開左腳 5 6 7 8 1 2 3 2 2 3 3 2 3 4 2 3 5 2 3 6 2 3 7 2 3 8 2 3 1 2 3 2 2 3 3 2 3 4 2 3 5 2 3 6 2 3 7 2 3 8 2 3。咁去到每跳完2次咧，佢會加個 tap 嘅3拍子，左腳點地停2拍，即係1個蒙七啦，boom 七，咁先由頭開始嘅。去到第2同第4就有呢個 tap 加落去啦，之後就好正常咁樣跳啦。咁我用音樂咧就會跳2次嘅，前奏4個巴。開左腳，有人唱歌開始。第2次跳，右頭。boom 七，呢個第3次啦。